聽台灣，應援必勝。陳廷輝表示，台灣是享有國際棒球王國，每到國際賽事，攏會當凝聚全民的情感。明仔載上午10點，台灣隊將首戰澳洲。陳廷輝號召所有聽台灣成員攏愛站出來。5日上午10點20分，將佇咧永華市政中心西濱廣場發送含量600份的野球甜燒餅，為咱的選手加油。第一場的應援3月5號，因為我們知道說第一天它的時間剛好不是放假日，而且又是早上11點，所以我們很擔心在第一時間的時候呢，我們沒有辦法替我們台灣隊集氣。大家都知道，棒球根本就是一場非常讓台灣狂熱的一個這個運動賽事，那台南更不用講了。所以我們希望說，在明天早上10點20，我們會在永華市政中心的西側廣場，我們有600份600個我們的棒球甜燒餅會應援，然後希望大家要來進場替我們台灣隊加油。除了5日首戰澳洲，3月6號暗時6點將會迎戰強敵日本，接續落來3月7號將會對上捷克隊。而3月8日亞洲登場的是台灣對韓國，更是備受矚目焦點。早上10點20就在我們永華市政廣場西側廣場，那我們菲菲姐姐限量發售，沒有發售，贈送限量600份，那歡迎大家一起共襄盛舉。希望大家一起來幫我們台灣隊加油集氣，聽台灣，讓我們這一次再能夠成為世界冠軍。野球甜燒餅是990魯沃本鋪創辦人黃偉達所發想製作，特別以北門井仔新公鹽、白芝麻加橡木糖製作，口感香甜酥脆，象徵金黃勝利、甜美的成果，也寓意着台灣隊成功得勝。傳統的大家認定的甜燒餅可能都是糖餡，那因為我覺得說糖餡有點層次性沒那麼突出，所以我今天用一個焦糖的拔絲，將焦糖做成像麻糬，但是比麻糬再軟一點，讓它可以呈現像拔絲的口感，那可以有更豐富的一個層次。那中間的鹽的部分呢，我是用的是台南的成功鹽，讓它這個層次感會更有豐富性的一個甜鹹滋味。陳廷輝表示，美食是台灣上溫暖語言。希望透過這份用心設計應援小物，讓球迷在品嘗美味的同時，嘛會當將祝福甲能量傳達給台灣隊。為第一站開始，一路團結到最後勝利。黃偉達更加碼，未來若台灣隊會當成功晉級決賽，將會再提供1000個野球甜燒餅，給民眾應援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